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5月初7，哈巴谷书3章19节安尼讲：至高的上主是我的快乐，伊予我的脚亲像鹿母熬走，予我伫悬的所在脚步安稳。三甲来祈祷，最愿的快乐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予阮通稳固徛伫你的石盘顶。主啊！你是阮的盾牌，予阮伫危险中通受你的保护。主啊！你是阮的避难所，予阮伫患难中通有躲闪的所在。主啊！阮要时常仰望你，也要归荣光伫你的名。主啊！阮要求告你，求你毋通放阮远远，毋插阮。阮的上帝啊！求你赶紧来帮助阮，因为阮倚靠你。至高的上帝啊！你是阮的快乐，你要予阮的脚亲像鹿母熬走，也要予阮伫悬的所在脚步安稳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